这位是新搬宝贝的囝，你公主哦，请讲。碰杯好。老师好，我一年16岁。咋啦？我今仔日20啊，我今年假喷一个，拜托的。因为我今仔日看到碰过伤缘投，我会紧张。你这查某囝去看一下眼科咧，好吗？为山，为水，为玲珑。欢迎节目主持人冯恰恰。我向当平，大家照好心情。我向关紧停，手碰拍看医生。大家好。为山为水为玲珑来讲台语世界通，我是恁来厝边碰恰恰，你若看到我，会讲隔壁的 OK， 看到我老的拢好，大鼻孔的赞，是我上喜欢听是缘投的。今仔日闹得滚滚好，今仔日人爱吵。大家哪学台语哪欢喜啦吼！因即摆少年人哦，讲台语真少啊。等于你甲时大人时段讲台语，伊讲国语两个咧，结果斗菜都斗袂好势咧，哩密麻麻哩。来，台语今仔甲学好势，家己台语连咪就会变做国际化。即句话你一定要甲我拜托记好条。即句话绝对代表我个人的立场。安怎讲呢？咱公共电视，会讲是有水准的电视台。咱台语台是了不起的电视台，咱的节目是一个真好的节目，所以台语未来一定会变做国际语言。连喺个节目当中，我会介绍给大家听。好，介绍来宾进前，当然一个节目，你若讲啲我讲啲对，你讲迄对，你讲迄唔对，大家会互来互去，所以叫一个请一个专家老师来坐，上大的作用就是有代志伊负责。龚敬林，台语袂向的问题啦。对，欢迎陈安珠老师，老师你好，大家好。那个老师请教了吼，俗语讲了好，姓郑满电啊，姓彭和到家。有这句无？这句是碰哥创作啦，咱普通是讲单人半天下。哎呀，有时一寡所在无共腔口，甚至有一寡无共姓，像讲咱讲鹿港死一半，社头消了了。鹿港姓死的人，包括咱 Acer 施正荣，阿秀施崇堂，拢是鹿港。所以鹿港死一半，姓死的一大半。啊，若社头消了了，就讲社头乡遐人拢姓萧的较济啦。拍破啊！吼，来遮会当甲老师安尼面对面即个安尼吼，学着台语的物件也水。即摆要一呢，互咱今仔来宾做自我介绍，但是条件当时用台语请了。大家好，我是创作歌手，嘛是今仔的班长林宗兴。哇，伫音乐上，希望我会使贡献我的所学。对。过来要自我介绍这位呢，曾经阮两个人是一对吼。哦。碰哥好，老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牛油兰，牛三别的牛，保佑的佑。台南的南，今仔日头一摆来到遮，真欢喜。希望第一遮会当甲大家学到真侪物件。其实台语吼，足侪我拢袂晓讲的。今仔会用甲老师学一寡顿哦。后摆我是一定会搁较顺。隔壁这个是恁啥？隔壁这个哦，隔壁这我心肝宝贝，我的查某囝。真正是好着出什么顺？歹着出好顺，好着出古论。不是第二句。好着出歹顺。不，因这好出好后边啊。这就变状元妈嘛，状元囝啊。谢谢老师，谢谢。拢学着啊。看到人的第二代，佮看到咱的第二代。
哎，哎，第二代，我紧啊，互相斗开求进步啦，嘿啦。哎，演讲台语无，我麻烦者。诶，碰哥好，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饭吉。你饭时，饭吉，迄音听起来参像奇怪的奇，饭吉。哦，姓饭啦，细细角角迄个饭啦。你哪会姓饭？恁母会姓牛呢？因为我甲阮爸爸姓，我讲共姓。因为阮爸爸姓饭。我就最简单，你讲爸爸姓饭啊就好啊。无，你应该讲，阮爸爸无叫妈妈招，招唔只是用迄你莫个。甲改位，可以甲你讲。吼，啊你几岁新冠啦？吼，三围，吼，顶，OK。我今仔日20啊，我今年。加喷一个，拜托诶。碰哥，你袂用安尼，伊会讲伊今仔日是几年、几岁、几月、几日啊？无，因为我今日看到碰哥伤缘投，我会紧张。你这查某囝去看一下眼科咧，好无？伊甲我共款啊，无以后真够欣赏别人的优点，安尼吼。是看外表啊。啊，最近摆咧创啥？我即马打出来拍戏，希望大家多多照顾，多多指教。就来饭期吼，后摆咱朋友家注意，啊，着你啊，着你啊。碰哥好，老师好，大家好，我是隔壁欧巴桑崔佩仪。足久无讲台语啊，足紧张的手拢是干的。嘿，碰哥，你敢袂记哩？我25岁时阵，甲你演迄短剧怎么讲？25岁是第剧嘛，25岁是40年前嘛。无啦，25年前啦。我会记40。我即摆50几岁啊。好啊，你安怎你发生什么？你袂记哩啊？你咧买小肉粽啊？啊，我也零头节。啊，你就讲你是像啊？我说崔佩仪，他说唔是啦，你戏内底名啊，无人教我要安怎个零头节，我都我泥头姐啊。甲喷一个，我小冷静一下。你会记你我？精一我袂记你我。我会记。会记你哈。你讲的这零，不是讲的这个拿刀记。啊，为什么叫拿刀咧？这你问我，我哪会知啊？老师拿零刀。头啊。所以你这问题嘛，算是新主席的改革。以前宋楚瑜吼，这个新主席的时阵嘛讲吼，我来这精进服务2粒年头。所以你讲这话嘛，甲伊共款迄种阶层，你省主席阶级的吼。所以拿刀是伊本身发音就是拿刀嘛，吼，不是袂使读做无嘛，是不你上济是讲领导唔对尔，领啦。啊，你都上引导啊，袂记你啊，我就看了啊。你我咧讲白菜。我甲你讲台语足歹讲诶，像迄哦，有一摆我去讲准有一届。有啊，我讲啥物？无我无会讲。有一摆我去，啊无得嘛，要怎么讲？有一届，哈，有一届，我去上台怎么讲？上台哈，唱歌。你先嘛唔讲，唔当讲顶台哦。顶台有啥物？顶台就是台了无好势，哦起佫换一位，迄个佫顶台。啊！哦，棺材拿起来再放进去。哦，我上台。哎，对，上台好。一直恐怖的。好，我唱。啊，你若唱片吼，唔爱讲发行，唔能讲出版哦。因为观察一句嘴，这都出版哦。对吧，老师对吧？吼，出版那是观察出去个出版。我爱好好啊学，我会闹笑话，闹笑的哈。闹笑。无会去用笑。袂会互人笑。哎，对。我上台，吼唱。哦，你别讲出来哦。上台唱歌，唱闽南语的歌，我讲美老母的歌。刚会的哈，惜别的海岸，我西北海花。但是为什么要秀北呢？明明是西北啊。秀北是真文雅的话嘛。哈？秀北很真文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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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秀北。秀北。再会。种较文雅。啊，那较粗鲁的，来走啦！好，来走的海花。所以哦，台语一定爱学。今仔日希望啊，你拄好小可有问题，连免我请教老师。我问题哦。嘿，你问题这嘞吼。你试过我者？
这边这边，哦，把脉。哦，你问题，哎呀，哦，70几啊。对，医嘞吼。等老师给你处理哈。好。啊，这位是新搬宝贝囝，你公主哦，系公主。哇。叫人。碰叫人背后不，叫鬼哦。有礼貌啊，叫人啊。无叫声哦。你莫甲教好，跟你讲，请讲。碰背后。老师好，我是会跳舞。哎呀，白跳舞，白 Q，21年。碰白要把脉一个无？这面我看面色就知啊。那个国语怎么念？贝克语。贝克语啊。备课语。好，过来，大家继续。继续。我不是英语哦，唔免。我一年16岁。早岁。今日免啊。早岁。碰过你在喷节无？我嘛说都要老啊。我袂晓讲台语。哦。啊，恁爸恁母啊，伫咧厝拢讲国语，还是讲英语，还是讲法语？讲国语。国语。讲国语。国语啊。哦，所以你免讲台语啦。那爸爸讲什么？英语。 Are you sure? Your father is 外国人。Yes. 你看我想一个，讲这到底是哪一国语？会通呢。And how old are you? 16. Okay. How you feel today? I'm feeling good. Okay. How about our show? You like it? Yes. Okay, thank you. Today is finished now. 好啦，今仔日你来学台语，好不好？阿母带你来，老师新名菜伫遐，你若家拢学，希望你今仔日转去了后会晓讲台语，讲了你甲朋友写叫规摊，规拖拉规直甲车落去，台语拢甲拉落去。规头拉甲插过去听有无？我拄啊讲紧你来压听。岁。那些人压岁。好。这危险的，这囡仔你注意者哈。好，不要紧。好啦，后一位。哎，碰哥好。什么害你日本人哟？嗨。啊，碰哥好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的名叫做詹志远。啊，詹志远是一个相当富有节奏感的一个名吼。所以人拢安尼常常讲啦吼，詹志远啊，1啊2啊1 2 3 4，关达拉梅拉。是，所以是一个最有节奏要哪讲哈？节奏是一个最有节奏感的名。我感觉你减讲过，不你连面都毕业无？啊，大家会使叫我阿万啦吼。一个人若出道安尼唱歌，拢无红，这是可怜的代志。来，后一位请了。大家好，碰哥好，各位朋友好，我的名叫做林祖吟。呀老师啦哈，大家六。嗨，大家好，好碰哥好，老师好，我的名叫做贾孙啊。是你顶个老师甲你讲好了，讲了真好势。好，我今日唔知变哪主持。我可袂使休困2点钟啊，咱都继续安尼，因为足恐怖的啦吼。但是不过安尼拄啊，甲伊讲英语，我发觉到一个代志。我即摆想要甲考试，我拄有讲话，台语将来变做国际语言。对。来，请问迄个牛小姐。嗨，请讲。纽约台语。 New York。英语。英语就是 New York。台语。New York。同款啊。行啊。所以台语一定要国际化呀。哦。对啊。对啊。是哦。拿去英语。 Take it. Take it. 台语。 Take it. Oh my god！ 偶像。所以你要了解，这个物件有够多哦，可见台语的博大精深啦。哦。伊将来一定变做世界性的语言。老师我安尼讲，你同意无？同意。啊，即摆咱要来小可大家小姐，
国语叫暖身啦吼，叫烧一下哈，小姐，小姐，烧好者，我若讲到啥，你要翻台语哦嘿。哦，好来，老师甲卡落起来。来相手。来哟，哎，我说水龙头啊，我讲水的头啊，我说大黄瓜呀，我讲气鬼啊，小等下，哦，你哪知？你知影我是伊的相无？老母哈，我爱煮饭煮菜啊，去买菜啊。起球招条诶。哦，大黄瓜，我想讲恁大家唔知影，气瓜你讲会出来，气鬼啊对啊，佮考虑一个小黄瓜咧，气鬼啊年，对啊唔对啊？对啊唔对啊？鬼啊年，鬼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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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鬼啊你，足够的啊啦。足够啊啦，你最厉害啊啦。哦，哇塞，我真正有咧菜市啊买菜。菜市啊朴素，哎，卡落，哎，我说松茸酒呀，我讲松茸酒啊，你讲啥？松茸酒，咁对。松茸、心茸拢会使。松茸酒。来，卡落来。哎，啊，我说脱口罩啊，我讲烫口罩，烫啊，您这口罩，这个问题啦，这个问题真的最严重。咱个试一摆啦吼。我说脱口罩啊，我说烫口罩啊，烫啥吗？烫啊，为什么听起来是烫口罩？烫口罩，迄不是罩，迄绝对是叫做打哈，大，打还是倒？老师，迄叫喙암，喙喙암。因为早期吼，咱咧放牛食草的时阵，牛若顾食草会乌白行、乌白烧，所以咱以前迄叫牛喙암竹啊做的，甲围起来，牛就袂乌白食。所以以早是牛咧用，因为以早空气足好，即马空气较歹，所以咱人嘛爱倒咧灌，迄叫喙암，喙啥来？加喙암起来，脱口罩台语叫做烫口罩一个。你即摆去银行哦，拢会安尼交代哦。老师你来坐这位吧，咱换位置。老师，混姐。老师，我爱你。你老师呢？你咪聊咯。烫喙암，老师，这招来者。我说脱口罩，我说脱口罩啊。我讲烫喙암。来，这个囡仔应该是袂过啦。啊，我说说谎啊。我讲好难。我输。他在骂脏话吗？也不不算啦，但是没，就是讲迄个字，嘛要拍字出来，应该是无什么代志，但是无代表本台立场。个人作业，个人担。一般是讲白贼啦，白贼。以少年人讲迄两字，咱会接受一啦。我听你咧话吼，对吧？这会使讲吗？白贼啦、精暗啦，拢嘛是这种意思。精暗嘛是。不过客户讲的吼，较有架势啦。哎，你哪里学？你都位学来的？恁的家来事，恁等下处理好吗？有中文的。那后壁来一边来卡落起来。我说蚯蚓呐。我讲大稳。袂歹。来，可以。我说壁虎。我讲白虎。甲喷一个。不是啊。怎么办啦？救人。以上不代表本台立场。搁一届。我说壁虎啊。我讲神翁啊。嘛个差不多。有人讲神翁啊、神童啊、神童，差不多吧，拢会使啦哈。拄爱两字嘛，我白讲。歹势，受紧张啦，讲唔对啊，受紧张。啊，老师，
拄爱的台语能力啊，安尼你看起来安那？真有特色，哦，真有内行。啊，因拄爱自我介绍，迄阵崔佩仪迄个名，我感觉有问题。崔培仪，不是配哦，培保威培，你变保威培。宝贝的那个杯保崔培仪。崔啊，迄个恁宝贝的公主是培克武，克服宇宙，要征服宇宙，哦，所以叫克武啊，克服宇宙。是 K 部哦，K 部哦，K 舞克服宇宙，宇宙就是宇宙嘛。乌丢，恁号这个名就是要克服宇宙，所以要征服宇宙，要做上高的人，安尼吼。好名，好名。好名。所以名好了，其实迄是本名嘛吼。对。我问恁母啊啦。哦。你讲我的名是日本名。哦，爸爸是 Korea 的。唔是啦，我讲恁囝的名是本名是艺名。哦，本名我好惊到拢袂晓讲话啊！我拢错咧等。嘿啊，规身躯拢是你汗。听成日本名啦。拄啊，今日无考着。我弟。来了来了。我是讲顺顺那句袂歹。唔免考我去，我说蝌蚪啊。我讲蝌蚪。哎，你那老姐真难的好我。蝌我蚪，听过蝌蚪呢。迄叫做独关啊。老师对不对？啊，我是讲大关啊，我是讲阿妹啊，啊，有人嘛讲夹关啊，台中迄种讲夹关啊。哇，咱有无共所在有无共讲法啊？夹关啊！来敲落去。哇！伫一个普通的暗时，小猪一个人坐伫客厅的椅仔顶头，伫遐咧画手机啊！当这个时阵，爸爸甲妈妈忽然间行入来，看到小猪机啊气噗噗起来，到底小猪机发生什么代志呢？咱继续来甲看落去。这什么规定啊？靠有人安尼啦？哦，无讲白嘛。哦，看安尼啦。喂，你们谁啦？爸妈，什么代志啊？啊，着我前几工啊去上班啊，我着迟到啊，公司讲要罚我500块啦。啊？迟到，那都要罚钱啊？啊，着主任有规定，啊，都讲啥物？若是有人迟到10分钟哦，就要罚500块；啊，迟到20分钟就要罚1000块。啊，讲啥物？这钱哦，就是做迄公司内底迄下午茶的公积金。哦。啊，迟到愈久，就是罚愈济。哦。伊家己迟到有算无？有，伊讲哦，伊规定的时阵就讲，伊若是迟到，伊嘛有算。安尼真好啊！安尼哦，大家都唔敢搁迟到啊！啊，恁的主任会当以身作样，安尼哦，袂歹。我本来嘛是安尼想，啊，毋过毋是安尼，伊昨哦就迟到啊，伊就无罚钱啊。哦，我本来咧想讲恁的主任人还阁袂歹，哎，哦，伊做人咧，恁的主任哦，真正是食鱼食肉嘛都爱菜价。真好啊！安尼大家吼都袂搁再迟到啊！安尼恁的主任会当以身作样，安尼袂歹。我本来嘛是安尼想，啊，毋过伊昨昏就迟到啊，毋要罚钱啦。哦，我本来是讲你主任还阁袂歹咧，结果伊嘛是安尼。恁这个主任真正是吼，食菜无食草，狗肉炖米糕啦。感谢两位请回。谢谢。来，有听到啊吼？迄个主任哦，因老爸甲讲哦，食鱼食肉嘛都要菜价，食菜无食草，哦，什么？高吧，高吧炖米糕。来，迄个情形就是你就讲迄个主任，你家己嘛是安尼，过咧讲别人安怎，你家己都做袂到，大概是这个样。哦，大概是大看有嘛吼？感觉第一个答案对的，请举手。无人举手。敢若毋是用伫遮的感觉。敢若是应该是无人知影，搁咧考虑来这。好，既然拄仔拢无来第二句答案，叫做恁迄个主任真正是食菜无食草，狗肉炖米糕，认为这对人举手。
因为无食过高肉定米糕，不过实在啦，食过猪肉定米糕。这个物件吼，其实坦白讲，今仔这个题目，我本身哦，我本身今年已经64岁，人生经过了一架子的试关，竟然连这两句标准答案我嘛分辨不出来。加在，我有我的老师伫遮。陈老师，麻烦你甲咱公布正确答案是对一个。咱讲食鱼食肉嘛着菜价，就是讲咱一个若要营养，逐人拢爱食，袂当甲顾主角。鱼甲肉是主角，毋过一个团体当中有主角嘛，着爱有配角。所以食鱼食肉嘛着菜价。另外一句就是讲，花想食菜无食草，专食狗肉炖米糕。这本来规句是安尼。就是讲即个人，另外有一句话较粗啦吼，就是讲嘴念经，手摸鹰，骹踏查某经。就是讲这个人讲话拢是人情义理，毋过做的拢是伤天害理。敢要求别人，袂晓要求家己。所以有一句另外一句小句嘛，咱做参考啦，就是讲伊会当放火烧厝，我袂当点火食薰。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种意思。所以这两句讲，大家帮做参考哈，多谢。所以。拄则大家举手拢对嘛吼，拢都无毋对。虽然有人毋知影，但是对人举香对白就对啊。啊，意思拢了解啊嘛吼。了解。感谢老师，甲老师拍一个破来，谢谢。吟诗说明真趣味。今仔节目当中，相信所有的同学吼，学生啊，听到老师都用唐诗台语读，有无？好听好听，有够好听，规个押韵安尼水甲咪，但是台语要读今仔个时数都无简单啊。坦白讲，我摕到剧本了，我昏去，我烦到到规暝拢无困，因为我袂晓读。这首词叫做《收惊》，用台语读好去。来，迄个背先生，请。收惊无真灵性。擦袂歹哦，袂歹哦。啥？啥？佫读一摆咧。收惊无真灵性。你囡仔个鼓励吼，来，妈妈。哇。我。叫我无法度啊。主笔。无要紧，做读。较一领衫。一领衫对，一领。叫我。老师叫名字。叫我传米甲一领衫。准备啦。传米。传米甲一领衫，那慢过来一遍来，预备。叫我传米甲一领衫。甲。四声甲。还佫有个意思啦，哈。好来，第三句来，迄个。手提清香向神来拜请。来。伤惊就念甲遮大声。遐大声。遐大声，遐大声，念甲遐大声。班长。我无意中诶，歹势。我毋是调题。你故意吧？无，我毋知太轮到你这句。我用药的，我真正无确定。药看卖啊？这边赶，迄边下，敢对？花。毋过平的他已经足厉害啊！真正对哦。对，这边赶，迄边花。哇！这边嘛是念边嘛，我真正是用药的。来，季万先生。嘿，是所有的家兄。袂歹，主吟小叫。所有的心魔煞。魔煞。魔对了哈，魔神啊，魔煞。魔煞。啱老师。拢总收定定。袂使拢总，拢总收定定。对。
安尼就真简单啊嘛吼。那这两字就是两边吼，边合起来这字咩读？老师合起来这字合起来咩读？好边。倒边正边，咱会安尼讲嘛。所以这嘛算这边这边，迄边是那边。哦所以伊的做法就是安世界性命拢甲请落来安尼。所以这是单独的字啦吼。嘿来讲到这，咱要请老师要来吟唱进前，要念进前，我来写字哦，大家参考一下吼。哦，哇，有够缘投啦，哎呦哇，行行，嘛说读做行啦吼。行，哈，银行的行嘛是这字啦吼，但这字若甲拆开的时阵，必须变做两字哦嘿。来，这边倒边，甲正边，哦，甲迄意思要共款，要共款。这是两个音，会晓人家手奖金100万现领，你点点。因为我要甲你教，对，你讲过，我是讲啊，100万要到手啊，100万要到手啊。对唔对？我唔知影啦吼，其他的学员应该唔知影。电视机朋友可能有人知影，我若讲唔对包含，啊，我若讲了就大家互相参考。那用伫行行的时阵是到这边读刺，这边读错，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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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老师，我安尼讲咁对？这是年声词啦。所以像这圆圆拐弯、闪闪甩甩，是都亲像这种用语安尼嘿。所以我对无？阮尊重你的创意。你尊重我的创意，是。所以无这个字。这字足侪算民间足侪学者拢甲足侪字甲拆开，像闪闪甩甩门吼，伊嘛拆这两边变圆圆拐拐，嘛是有人安尼拆，阮是尊重啦，嘿。所以你即摆嘛尊重我。我嘛尊重。大家做参考啦吼，谢谢感谢你们。啊来，咱即摆要来请老师，吼，咱对这收惊这收年来甲咱哭一下好唔好？好来，老师请了。收惊婆真灵舍，叫我传米搁一领衫，手提清香向神来拜请，收惊就念甲遐大声，这边赶，迄边发，所有的惊吓，所有的魔煞，拢总收定定。我来，老师请了。1、2、3、4。收惊婆真灵舍，叫我传米搁一领衫，手提清香向神来拜请，手定就念甲遐大声，这边看，迄边发，所有的惊吓，所有的魔煞，拢总收定定。感谢大家，为山为水，为恁拢后会再见。今仔日足欢喜录画山、画水、画玲珑这节目，我学着食菜无食草，狗肉甜米糕。我感觉这节目真趣味，毋但是有唱歌，吼，啊个演戏，啊个有其他小艺通学。我感觉这节目真好，我要搁来。我感觉会当用唱歌啊，有念诗的方式来学台语，真正足趣味的，会当互阮遮较少年的人学台语，感觉较轻松，真正感觉足好的。